夠同你哋分享下咧，關於我飲用樂利果嘅得着同埋感受啦。咁大家咧都好多都知道咧，樂利果好處咧超過200幾種噶喎。咁而家今日咧就我就其中分享幾種咧係好幫到我同埋改善到我身體情況嘅。咁其實咧我就喺2024年咧6月咧先正式咧日日咁樣飲樂利果嘅。咁點解咁樣開始法咧？就因為有一日我太太咧就同我講：老公，你瞓覺嘅時候咧開始有鼻鼾聲啦。咁咧雖然唔大聲，但係密咗好多。咁我試過瞓覺時候，我自己只係瞓覺咧，就都聽到少少。咁咧跟住咧，我就關注自己嘅狀況啦。咁再加上咧，我聽過 Samuel 哥佢飲完樂利果之後咧，鼻鼾聲細咗，甚至乎冇咗。咁我就開始我飲樂利果啦。咁樂利果咧點解會有點解會有鼻鼾咧？其實咧就係鼻鼾有原因咧，就係阻住咗嗰個呼吸道啦，同埋鼻鼾有時有炎症咧，引致到肌肉咧鬆弛引起嘅。咁咧飲咗樂利果之後咧，就可以抗炎啦，同埋可以調節呢方面嘅情況。咁樂利果元素咧就係有抗炎化合物，一個東近當素啦，同埋一個黃糖類嘅化合物咧，就可以咧減輕呢個情況。咁我自己發覺咧，我飲咗樂利果之後咧，減少咗個口腔嗰個感受到喉嚨咧少咗個腫脹啦，改善咗個呼吸道，亦都少咗鼻鼾聲咁樣。咁我每日咧大約就飲2包咧，就已經有咁嘅改善情況。咁另外一樣嘢就點幫到咧？就睡眠質素啦。咁其實我上年下半年咧，因為我要幫助媽媽，我媽媽好多時都入醫院啊，同埋而家去咗老人院咧。咁有陣時我瞓覺質素就唔係好為關心佢啊嘛。咁樂利果咧可以減低我嘅壓力啦，同埋咧係即係令我瞓得更加好。咁佢有咩元素可以幫到咧？就係佢血清素啦，同埋嗰個褪黑色素咧，可以促進咧就有個鎮定嘅成分啦嚇。咁另外咧能夠調節我睡眠質素。咁以往咧有陣時我瞓覺咧係會瞓啦，夜晚係會去廁所或者係瞓唔着啊，有壓力咁樣。但係咧改善咗睡眠質素之後咧，我就一瞓直到天光咧先起身啦咁樣。咁其中有個好處咧，就係佢有個抗氧化即係抗氧化嗰個減輕嗰個壓力嚇，保護咧腦細胞個免受保護腦細胞個免受傷受傷咁樣。咁第三咧，因為咧就係改善咗精神好啦嚇。咁點解好咧？咁因為瞓覺好，精神好咯嚇。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做運動同埋行山嘅。咁好多時好注重啲健康啊同埋狀態嘅。咁樂利果其中一個元素好幫到自己咧，就係佢有維生素 A、C 同埋 B 群。咁礦物質咧就有鐵、鎂、鉀。咁呢啲全部都可以抗氧化同埋幫助整個身體嘅。咁鐵咧可以幫助嗰個氧嘅運輸啦，減少疲勞啦。鎂咧就可以調節咧神經嘅功能，同埋提升咧個精神警覺。咁抗氧化物咧亦都可以消除咧自由基，預防咧細胞嘅受損。咁另外一樣咧幫到我咧就係舒緩我濕疹。咁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有濕疹嘅。咁我一勾咧，即係用隻手一勾咧，就有5條痕即刻出咗嚟，好誇張嘅。咁有陣時候頭殼頂咧痕到咧要用支筆啊，因為支筆咧夠尖啊嘛。咁用支筆去拗頭啊，拗個頭嘅咁樣，咁好 serious。咁自從用咗艾多美嘅產品咧，其實已經有改善。再加埋飲樂利果咧，我就更加少咗好多敏感啊。因為我有陣時係會有頭痕咧，同埋個屁股都痕嘅，因為坐唔定。講先咁講嚇。咁樂利果有咩元素可以幫到咧？有咩改善咧？就係一個抗炎化合物嚇，一個因菌類啦，同埋東近檔素啦嚇，抗氧化物啦，可以幫助呢啲元素可以幫助到壓制嗰啲炎症細胞嘅因子，減少紅腫同埋瘙癢嘅嚇，免受自由基嘅即係攻擊啦咁樣。咁其實咧，樂利果汁咧可以外用同埋內服咧，可以幫助咧濕疹同埋牛皮癬嘅。咁排便啦，咁喺我未用艾多美產品之前咧，其實我就便便嗰方面唔係咁暢通嘅。咁我大約就係隔一日先有一次便便啦。咁自從咧飲咗樂利果之後咧，咁我就一日有2次或者3次，咁全部都好暢通嘅。咁樂利果點幫助咧？就係促進嗰個腸道嘅蠕動啦，同埋軟化啲便便咧，方便冇咁容易即係令到冇咁容易會便秘咁樣。咁樂利果有好處咧，就係佢有纖維質啦嚇，同埋多糖體嚇，因菌類，同埋一個消化酶。咁呢啲
元素咧係幫助到嗰、個纖維咧增加糞便嘅體積。咁增加咗糞便嘅體積咧，就冇咁容易硬啊，咁啊太硬你好難有陣時去排出嚟啦嚇。咁特別係佢有個因菌咧，能夠係刺激個腸壁咧，引致到有陣時你去便便咧係冇咁容易痙攣嘅。OK。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吸收啦。咁以往我身體都比較瘦削啲嘅，即係吸收營養嗰方面唔係太好嘅嚇。咁自從飲咗落嚟嗰之後咧，咁好多朋友即係試過有出去中學朋友相聚啦，咁就佢覺得我面色好咗啊，飽滿咗啊，咁咧心裏面咧就好開心啦嚇。咁咧有落嚟嗰汁有咩元素可以改善到呢樣嘢？就係有個消化酶同埋多糖體。咁呢啲咧全部都係能夠改善到咧嗰個腸道嗰個屏障咧，係輔助嗰個代謝過程咧更加順暢嘅。咁預防感冒，咁我自己咧本身都係少病痛嘅，亦都唔多睇醫生。咁但係有陣時會感冒嘅，咁但係飲咗落嚟嗰汁之後咧，其實個感冒咧係更加少，唔係冇，係少咗即係更加少啊！我近呢2年應該未睇過醫生嘅。OK，咁好多時我飲落嚟講咧，已經就嚟感冒嘅時候咧，一飲落嚟講咧，即刻可以舒緩咗情況。咁而佢最大嘅好處咧，亦都有個元素咧，就係維生素 C 啦，同埋有個多糖體係啦。咁呢啲咧全部都可以幫助咧，去身體提供嗰個白血球個活躍性咁樣。咁亦都有個好處咧，就係防禦即係做一個病毒嘅防禦啦，抑制嘅細菌咧病毒咧去複製。咁另外咧就舒緩壓力。咁我自己工作有陣時都大壓力嘅嚇。咁最好咧佢就，因為我 check 個血壓咧，試過人哋話我血壓咧係即係個上壓比較高啊嚇。咁啊飲咗落去嗰之後咧，佢降低咗我皮質醇啦，保護咗個細胞即係達到一個抗壓效果啦。咁當中有個元素就係原化合物啦，一個賽格寧啦。咁抗氧化物咧能夠保護我哋神經系統咧。冇咁容易受傷，咁減少壓力咧嘅激素咧釋放。咁我自己有陣時即係覺得飲完之後咧，特別朝頭早咧飲一啖暖水，再飲一包落嚟個咧，係成個人咧都係唔同啲啊，係啊，即係即刻係真係令到你咧有啲係有一種開心嘅感覺嘅。咁最後啦，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係做運動嘅。OK，咁我年年都有參加馬拉松啦。咁我今年1月又再參加馬拉松。咁我覺得強化身體嗰個機能咧，落嚟個都係好幫到我啦嚇。咁特別佢個改善嗰個多糖素啊、維生素 C 同埋 A 咧，係好幫到我去增強嗰個體能嚇，同埋修復啦。咁我上年咧，即係25年咧，其實係忙咗好多嘅。咁有陣時係少咗做運動，但係因為我 keep 住飲落嚟講咧，其實我人係精神啊狀態係 keep 住一個 status 係 OK 嘅嚇。咁我其實今年有目標啦，就係希望我嘅肌肉腹肌keep 翻4個 OK。咁今日分享咁多啦，希望我見證能夠幫到你哋。